后来继续要来讲的是，就惊这个假造的医疗喙암流入市面，饲料署来发布着上新的公告，9月17开始，所有病民式的医疗喙암拢爱当更印来标示着 MD 甲 MIT 的英文字。这个 MD 就是医疗用的意思，那 MIT 就是台湾制造。也毋过，药师认为，敢若标示也无够。因为这摆假造的技术太厉害了，所以应该都要比较药品为源头都来管理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喙암，只要是印 MIT， 敢若亲像一种品质的保证，都惊讲有假喙암伫市面顶贩卖。为福部是药署公布，即马开始喙암拢爱一盒一盒装，或者是讲规地嘛是会使，但是顶管爱有许可的证明。9月17开始，病民的医疗用的喙암顶管拢爱印 MD 或者是 MIT。钢印标示的部分有规范是在要距离边缘是1.5公分以内。那它的字样呢，也就是打的就是 MD 跟 Made in Taiwan。那另外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字体大小不可以小于0.4公分这样方便大家辨识。这是规定病民的立体喙암呢，是药署表示立体喙암爱当体印，必须要调整生产线。烦恼讲安尼会影响到生产的量，未来会想办法表示，因为囡仔常常拢会使用立体喙암，这嘛是希望讲会当互家长放心。另外一方面，即马搁咧卖合法的医疗用的喙암，12月17都要全部拢回收，送去当地卫生局检验了后，才会当搁继续卖。但是即马无种的技术愈来愈巧，当体印更有效。还是要一个流向的管控，跟药品一样，必须上网去登录，就是说它进了多少，它给了哪个厂商多少。现在连食品、中药都有一个溯源管理，口罩不行吗？药师一直强调讲，一定来看清楚制造商、制造的时间、许可的证明，还有配合，嘛希望政府会当对喙암的流向较严格的，对源头来管理，唔是做表面功夫尔，对人民的健康才有保障。